原来关心去年6月花莲火车头前几摆做奥多麦店强强倒起来，害3间奥多麦店拢失火，上济有差不多20外台奥多麦拢烧歹了。消防人员已经找到失火关键原因，原来就是做奥多麦店里电动车电池充电充到一半强强爆炸，才会引起火烧厝的情形。按算讲损失算算的有上千万，做奥多麦店的业者即马当咧和电动车的业者相告。 电动车的电池烧到看袂出来本来电池的形，这粒电池就是去年6月花莲车头几摆租车行烧起来原因。去年这场大火烧到3间车行，上少有20台车甲机车互烧害去，还有一个查某人伫要走的时阵，脚去挂着伤。代志过1年多，经过消防人员的调查，原来原因就是电动车的电池。他就突然蹦的，然后他刚好小朋友的。 机车行边仔就是教会，迄当阵有囡仔看到爆炸的画面，惊甲生魂袂抓着。租车行的业者讲，迄当阵这台电动车伫充电的时阵，电池爆炸烧起来，损失超过1000千万。目前伫甲电动车的业者拍官司。你们平常都是用充多久？他都下课回来充到隔天早上起来拔掉，这很可怕、真可怕哎！住伫车行附近的民众想到迄个时阵的情形，也是心惊惊。损失的赔偿、修理厝的钱，甲什么人的责任较大，拢爱去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